讲到这7月26的这个罢免投票呢，这台北市5个选区的公办电视罢免说明会，今仔日有举行啊！国民党立委王宏威、李彦秀、罗志强、徐卡新和赖士宝，拢含这罢免团体的这领衔人交锋对垒。罢免团体论述的内容，大部分是讲这国民党立委两化立场，这立委是讲因做外籍代志。 这场罢免投票春8日，台北市5个选区的公办电视罢免说明会，其中上受关注的就是国民党立委徐卡新，甲罢免案带头人做形成杠台对决。我2008年还投票给马英九啊，这是我一生所犯的错误之一了。这么多蓝的跳出来，我要罢免这些蓝营立委，这表示他不是什么蓝绿对立。赖清德 有办法指挥这动国吗？如果今天要真的讲到黑箱去建共产党的高层，曹兴诚本人就是最亲中投共的始祖。双方言辞交锋无相让，罢团的论述大部分集中在拿会的两化立场。李彦秀罢免案带头人，讲的话更较惊人。中共会把台湾的男人送去朝鲜，另辟朝鲜战场，来分散美国的兵力。台湾的女人跟小孩 都将成为中国共产党高官活生生的行动器官库。我们没有仇恨的筹码，我们也没有撕裂的本钱。我们都可以看到数份民调，反恶霸是主流的民意。如果您不出来投票，就会让少数人决定我们的未来。以王宏威、傅昆萁为首的这些立委，在面对中共统战官员声称两岸同属一个国家的时候，他选择微笑以对。 大家非常担心的就是大陆观光客不来了。以王宏威所处的中山区是全台湾观光业最密集的一个行政区，各大媒体都有报道。我不了解为什么罢团你们又不做功课了。徐卡新、李彦秀、罗志强、赖士宝甲王宏威拢拍出政绩牌，强调家己从政了后，在国会推动未少法案，双方各自说明，要让选民做出最后的判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